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6章。亚撒做王第36年，以色王巴沙来攻击犹大，修建拉玛城，要阻挡人伫犹大王亚撒遐出入。亚撒就对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摕金银送互徛起伫大马士革的叙利亚王便哈达，对伊讲：咱来结盟，亲像你的老爸捌甲我的老爸结盟。当我将金银送你，求你废除你甲以色王巴沙所立的约，互伊对犹大撤退。便哈达同意亚撒王的话，就派伊的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攻破以弗、但、阿别别玛迦甲拿弗他利所有囤积的城。巴沙听到这个消息，就停工无搁修建拉玛。对安尼，亚撒王带犹大人民将巴沙用来要修建拉玛的石头甲材料搬去重建加巴甲米斯巴。迄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伊讲：因为你倚靠叙利亚王，无倚靠上主你的上帝，所以叙利亚王的军队会脱离你的手头。古实人甲利比亚人的军队，敢毋是真强大，因的战车甲马兵敢毋是真侪。毋过因为你倚靠上主，伊就将因交伫你的手。上主的目睭伫巡视全地，所有全心归向伊的，伊会赏赐因快乐。伫甲叙利亚结盟这个代志，你做了真戆，因为安尼，你以后不时会有战争。亚撒听了非常受气，就将先见关伫家里。同时，亚撒嘛虐待一寡人民。亚撒的事迹，对头到尾拢记载伫犹大甲以色列列王史。亚撒王第39年，伊的骹着病，症头真严重。破病的时，伊无求上主，干那找医生。亚撒做王41年就死，安葬伫大卫城。伊为家己拍好的墓，人将伊下伫床房，床房顶放真侪照特别的方法调和的逐种香料，人搁起真大的火纪念伊。